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4年5月初3。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到第9节，使徒行传10章34节到4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所有的人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信息以及教义每一个教派认知拢有所不同啦有一寡较偏激的教派总是爱找基督徒来传福音，另外一寡较极端是排斥其他的人，或者是用民族来界定什么人会通得救，亲像犹太人。或者是用语言来做界限，排斥其他无同款语言文化的人。有所谓的基本教派、教义因这个激进的，因不但用暴力来对抗无同款民族的人，对峙无同款宗教信仰的人嘛，用真极端的手法来彼此对抗。咱对上帝创造的眼光来看福音的救恩，上帝所创造的是万美，就好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的，在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到第9节，讲上帝创造天，甲天掀开，伊造地甲地上的万美，将开赐予世间人，赏赐性命予地上的得生活的人。这位上帝，咱的上帝安尼讲：我上主调你来实践公义，我有牵你的手保守你，通过你，我甲万民定契约，要予你做万国的光。你要开失明的人的目睭，予受关的出监狱，予坐伫黑暗中间、地牢中间的人得到自由。我是上主，这是我的称呼。我袂将我的荣耀予别个神明，袂将我的称赞归予偶像。看咧，早前的事已经实现，现在我对恁宣布新的事，在还未发生以前，先讲予恁听。上帝救恩的普世性，并不是一个新的代志，这是对创世以来就已经表明真清楚的旨意。彼得，伊本来我嘛是活伫这个犹太的传统内面，这个传统是无法度接受其他的民族，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第三个经文《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34节，咱就看见彼得上帝所讲迄个误会的人。彼得伊家己嘛甲哥尼流因这人讲，犹太人原本是要甲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因为伊得到上帝的启示，就接纳着外邦人，并且去到伫哥尼流的家。彼得分享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彼得伫哥尼流的厝讲道，彼得开嘴讲：但我确实知上帝无骗待人，无论倒一个民族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伊拢欢喜来接纳。恁知以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约翰传洗礼的道理以后，这个福音有对加利利传到伫犹太全地。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气力甲伊满有任命，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甲伊同在，阮就是伊伫犹太逐所在，甲耶路撒冷所做一事的见证人。因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第三日，上帝互伊搁活，搁互伊显现。毋是对所有的人，只是对阮这会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会显现。阮捌伫伊对死人中搁活了后，甲伊做会临者。伊命令阮传福音予所有的人，证实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审判者。所有的先知拢是为着伊做见证，讲信伊的人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救恩是予所有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无论是倒一个民族，只要伊是行为正直的人，上帝就拢欢喜接纳因。咱通甲民族改做亲像语言啦、阶级啦、职务啦、学历啦、地位啦、贫贱富贵啦，伊实在是更较济。简单来讲，结论就是上帝爱所有世间上的人，一切相信伊并且愿意告别家己的信仰，愿意跟对上帝公义的人。诗篇98篇，上赞掌管世界的上帝。005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最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了手骨，施行拯救。上帝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应允的慈爱甲信实。天边海角拢有看见咱的上帝的拯救，全地拢着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欢喜的唱歌学了伊，着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了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愿海甲海中一切拢出声，世界甲万物嘛出大声。愿江河拍扑啊欢喜，众山岭伫上主的面前做伙快乐唱歌，因为伊要来审判全地，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用公义审判万民。感谢主，互阮因为宣教士来领受着正确的呼召，互阮有安尼福分来领受着救恩，正做主的门徒来跟对主，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